官家今日气色真好，有开心事啊？今日是礼部侍张榜之日，官家定是得了人才。欧阳修主考，果然选出的人才与前不同，尤其是这一位。 行赏忠厚之治论，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，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传曰：“赏宜从予，所以广恩也；罚宜从去，所以慎行也。”真不像是答题，倒仿佛是作者早就成竹在胸。 行文云淡风轻、朗朗上口，并不难懂，可又若有金石之声。这是此次状元郎的文章。这是礼部试第2名。第2名？闹了个误会，欧阳修疑是自己的学生，为避讳，让他屈居第2。谁想到去了胡明之后，竟是一个从未到过京师、方满20岁。 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，哎呀，我得此人才，可为儿孙。今年的花开得不错，我让邓宝吉带着皇城司的侍卫为虎回柔去金明池看花。我告诉他。 让他挑选最好的，回来给娘娘和姐姐赞赏。中啊！这什么榜单？张衡是谁？苏轼又是谁？无名之辈进去状元榜眼之位，备受推崇者，皆不在中选之列。我等不中便罢了，刘几兄，世人皆认为必中状元，竟不在榜上。欧阳修搞什么鬼？借着做主考官打击一己吗？就是，早听说此人虽有文名，品行却恶劣，勾引自己外甥女，还图谋人家家产。当年可是吃过官司的，全靠陛下宽仁，爱惜他才华，从宽了。如今可见是有才无德呀！不如去找欧阳修讨个说法。好，欧阳修已经解除所愿，按例今日一早将试卷交与陛下，现在该是散诏回来了吧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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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他理论，找他理论。今年花开的这样好，公主又得官家特许，怎不多玩些时候？花开的再好，也是会谢的。明年花还会再开的。明年花开的时候，我便要到李家去了。不过还好，爹爹让你陪着我。欧阳修，给个说法，我们要讨论说法。欧阳内汉，下来有话要说。给个说法，下来。礼部侍中，内汉出的题目是“通其变而使民不倦”，依传里这句话原文是“通其变使民不倦”的，为何多出个儿字？内汉莫不是记错了？哎，内汉偏爱外甥儿，你竟不知啊？内汉偏爱外甥儿是这种意思，我听是听过，以为是外甥妹妹的姑娘。毕竟内汉曾因为道上吃过官司，当初还因此贬出京的吧？
江南柳，夜宵未成饮，人未死，情那人证。应怜之难不。一群落地举子围住了欧阳内汉，出言抵斥，不许他走。十四五，先报琵琶曲。堂上拨弦堂下奏，能使相见已留情，何况到如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欧阳内汉的词作吗？夜小未成阴哦，欧阳内汉，你的外甥女张氏近况如何？可还住在你家中？欧阳内汉，哎呀，不忍折不堪饮，是要留着长大些再折。欧阳内汉究竟是何时折的？嫩时相见已留心，欧阳内汉，嫩时怕是你那生女还是个孩童吧？你的喜好当真是与常人不同，这就怪不得你取士的标准亦与常人不同。斯文扫地，无耻之有！快来！真是无耻！我不管你是床榻之上偏爱外甥儿，还是写文偏爱那外甥儿，为国取材，容不下你因为一己偏好而误了江山社稷，贻误了我等的前程啊！没错，前程误了我等前程。贡举试题，虽每句须有出处，但并非按原文列举一字不差。在通其便是名部句中加入一个儿字，意义未改，语气更为舒缓，抑扬顿挫，体现诗赋音律之美，有何不可？诸位以圣人门生自居，却牵强附会，以一谐音引传闻私事讥笑，这又是谁斯文扫地？敢问诸位，文章究竟为何而作？文以载道，道乃圣人之道，以自然之道，以万物之道，以众生之道。吾等既愿以所学圣人道理奉献社稷，写文章，便是要将百姓的喜乐疾苦呈于天子案前，将圣人道理及天子训示传于世人，正世风，除疑惑，安民心。然而如今文坛却盛行显韵辟典，奇色文字非饱读诗书之大儒不能读懂。如此，岂不失去了文章最要紧的功用？欧阳内汉之文秉，以为国取材之机，清除太学体之弊端，何罪之有？那刘几在太学屡次视为第一，颇有闻名，世人皆以为状元人选。这次竟落榜，众人哗然。落地举子们大约是群情激愤，便一起去樊台街堵刚刚散朝的欧阳内汉了。那位在试卷开头写“天地杂万物浊，圣人发”的刘几，这几句话无非是要说天地交合，万物产生，于是圣人便诞生了。何必玩弄古书当中的生僻字词呢？用字看似古奥，其实别扭得很呐。是，而欧阳内汉便就着他用的韵序道：“秀才蜡，士官刷。”讥刺此考生乖张，考官是不会录取。这两句虽是风趣犀利，却有些轻浮刻薄了。刘几也是有才的后生晚辈，不过因风气如此，所以卖弄聪明。前辈长者更应以正道教诲，何必以其人之道去反讽呢？举子闹事不会伤了欧阳内汉吧？京城之地处处有官差巡逻，若是真闹起来，官差就抓人了。茂泽，你还是去看看，不要真闹到官差须得把人抓进衙门，下了牢狱，杖责发配的地步。是。两位仁兄侃侃而谈，好为人师啊。
未敢请教尊姓大名，有何著作？我兄弟居于偏远之地，此番应举是首次进京，不如阁下大名鼎鼎，在太学诸才子之中，文章尤其鲜僻难懂，为众学子所拜服敬仰。这位兄台处处为欧阳内翰辩解，说什么欧阳内翰此举是为了改革太学之弊。想来必已知道他此次选才方向在考试当中巧作迎合，不知是袭门生呢，还是故旧。明日唱名，危在其家。乡野之人，与欧阳内翰素昧平生，亦不知他所好。而举子人数众多，内翰更不会知我姓甚名谁。审视时，我不过用我的一贯文风而已。先获礼部奏明参加廷试，但对明日的唱名结果实无把握。或与诸位兄台一样落榜，亦未可知。素昧平生，谁信你啊？就算你们之前素昧平生，现在你主动为他辩护，必是想讨好他，求他让你高中了。唱名放榜虽在明日，但如今进士名次已定，又岂会再更改？我若有心结交内翰，早在贡院所试之前便上门拜谒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谁知你之前有没有上门拜谒过他？若是作弊明显的，人尽皆知，那就不叫作弊了。对，说的就是。纵然你们不曾相识，但以兄台今日之举，他日若同朝为官，他必会结为朋党吧？无耻！什么无耻之有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败类！斯文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住手！讲理不过，便要打人吗？老队，老队！不碍事。方才的情形，诸位贤俊都看见了。诸位既然有心借公举出仕，将来便很可能入馆阁修书治史，请试书此事，一言以概之。若哪位的说法比我更言简意赅、通顺直切，老夫明日便辞去翰院之职，从此再不遇文教之事。有黄犬卧于道，马经奔逸而来，蹄而死之。有犬卧于通衢，一马蹄而杀之。有马异于街渠，卧犬遭之而毙。若都如此之时，万卷难尽一朝之事。赤留意，于通衢，卧犬卒。你笑什么？哪里？只是乍闻太学体佳句，喜不自禁，不慎行之于色罢了。想必另有佳句，还望不吝赐教。欧阳内翰早已胸有成竹，我自不敢班门弄斧，还是请内翰指教吧。还有哪位俊贤另有佳句啊？一马杀犬于道。好。好。
出仕入朝，无论是任管职，还是做言官，修史还是写章书，都需谨记“文从字顺”4字，质朴小畅，方能准确达意。道理说明白了，不用刻意雕琢，自有文采辉光。你的卷子我记着，你对时政有独到见解，也通晓经义。若能不强求险僻，改掉晦涩的文风，当能写出好文章来。请。官家仁厚，当真是爱民如子。子蒙昧，子有过，皆谆谆教之，休受奖。阁下今日对我维护甚多，实在是感谢。不知能否请教高姓大名啊？我兄弟早就仰慕欧阳内涵，欧阳内涵的诗文，我们爱不释手，皆能背诵。今日终得一睹真言，幸何如之？哎，在下眉山苏轼，字子瞻，弟弟苏辙，字子由。你就是苏轼？好文章，好风采，啊！内涵过誉了。今日得见内涵文采，学生佩服之至。老夫倒是有一事好奇，不知能不能请教子瞻啊？内涵何来请教二字？真是折煞学生了。你这个礼部式的文章，里边有这么一段，说当尧之时。高尧为士，将杀人。高尧曰：“杀之。3。尧曰：“诱之。3。”是不是这么一段？哎呀，老夫遍查典籍，怎么也找不着出处啊！何须出处？杜撰的。论是作文先有意，则经史皆为我所用，何况一真一假的典故？何须出处？何须出处？哎呀！文以载道，又何必言必有出处？狭隘了，是老夫当初狭隘了。走。爹爹是听说那帮落地举子闹事，才让张茂泽去的吗？不是去抓他们，而是不让官差抓他们。我让张茂泽去见机行事，尽量避免举子们的过激举动。还要怎么过激呢？自己考不上，围攻考官，还不够过激吗？我看，正该将他们抓进牢狱，打一顿，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礼义。以暴制暴，凭借手中权力，吓得他们不敢言语。那么他们所能学会的是卑躬屈膝，不是礼义。他们寒窗苦读的这些年，太学体文风盛行，他们以为高明，努力模仿，走错了方向。如今欧阳修以铁腕矫正，是让后来人莫再被误导，亦是让走错之人回到正路，却不是去嘲笑、羞辱，乃至惩罚他们。可是，
爹爹是没见他们当时令人愤怒、恶心的嘴脸。人在偏激时，大多会做出极端举止。难道我们一定要因为他们偏激，便也偏激相对吗？慧柔，我们不但要对我们喜欢的人好，也需要时常去学会去善待自己不喜欢的人。女儿不懂。好了好了，慧柔啊，你便记得，这世上有2种东西万万碰不得，见了也得绕道走。一种是马蜂窝，另一种便是扎堆的读书人。爹爹，我还有个问题。那个眉山苏轼，欧阳内涵看中，爹爹也喜欢。刚才爹爹说他的文章其实当排第1的，那么明日唱名，爹爹会点他为第1吗？为什么？凡才子大多狂傲不羁，这苏轼尤其奔放，不拘小节。状元之名，所有人都盯着，还是给了那个中规中矩的张衡最是合适。你爹爹决定要为你风风光光的进行册封礼，这是国朝所有公主都从未有过的礼遇。那些谏臣们说了许多许多的这不对那不对，爹爹都不理。册封礼后，我便要去李家了，对吗？不过，为了我的册封礼，爹爹说要送我一份厚礼。我本来辞谢了，可是爹爹说，不妨知道到底是什么礼物。是什么？嘉庆子。官家让我把嘉庆子从瑶华宫带回来，以后继续服侍公主。这就好。我还一直记挂着这孩子，又不敢对官家提，生怕激得他再生气发病。而且，爹爹说，待我册封礼之后，将怀吉调入仪凤阁。待我出嫁之后，便任勾当公主府之职。姐姐，有怀吉陪着我，你与爹爹便不需为我担心了。有人陪我吹笛、弹箜篌、写字、看书，还能张罗我爱吃的东西。这就好。何必浓荫堂底之花，何不速有？怀吉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当然。花如桃李，平王之孙，其后之子。
不哭不哭，您今儿的妆很美，可别哭坏了。几位贵客，西施豆腐。这位钟贵人还真是好风仪啊，请。娘娘这边要走了吗？为人媳妇，对婆母亦如对娘娘一般，不可自恃公主身份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日后还是可以常回宫里来，见姐姐又不难。别哭了，
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。芊芊，哎呦呦呦呦，公主，莫再哭了。虽说今日你与苗娘子分开，但既进了我家的门，便同我的女儿是一样的。我会像你娘那样好好的疼你。娘也知道，这出嫁呢，总是要哭一哭，做做样子的。可是，也不用哭成这个模样嘛。你瞧瞧，这胭脂都哭花了。再说了，这哭多了可不吉利呀。你看看这满脸的泪，娘给你擦擦。你们扶公主入内补妆。哎呦，这……不是，国朝一日，公主见家姑是在3朝后，夫人此刻不宜与公主叙谈。哎呀，这皇家的规矩啊，就是多。这迎娶新媳妇儿，当家姑的倒不能提前看一看了。哎呀，来，是啊。各位都是亲亲的们啊！哎，来，怀吉，你看，影子在哪儿？影子在公主脚下呢。怀吉，在慧柔心里。公主，我在这里，怀吉，我在这里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，公主？哦，我想来看看你，就来了。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？脸都烧红了，一定很难受。公主，大喜之日不应删除寝阁的，你快回去吧。你真要我回去陪着驸马？你知不知道我这新婚之夜是怎么过的？我事先嘱咐了嘉庆子他们，就睡在我卧室外面。如果李伟对我无礼，我开口呼唤，他们就立即进来。不过，他还真是傻。见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2个人，倒比我还紧张。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摆好。我就对他说，我不习惯与人共用亲枕，让他取一套被褥，在帐外另选一处铺了睡。他也没有意见，抱了被褥就在窗边地下铺好，
就在那里睡着了。昨夜，驸马就是在地上睡的。公主这是何苦？卧榻之侧，岂许他人酣睡？驸马是公主的夫君，并非他人。他对我而言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陌生人。我以为告诉你这事，你应该会感到高兴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吗？我一不留神发现昨夜有人喝了闷酒。公主出来找我，驸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他睡得像只猪一样。昨夜我合衣躺下，过了许久也没能睡着。我睁大眼睛，借着龙凤烛光，仔细打量着陌生的环境，才渐渐想起来，我嫁给了那个睡在地上的人，再也回不到父母身边了。我轻轻走到他身边，仔细的看。爹爹和娘娘总说，他的说话带着怎样出尘的仙气，但是我看到他打着鼾，半张着嘴，流出的口涎在窗外映入的月光下发着晶亮的光。公主，其实我一想到以后的几十年中，每天都要与他朝夕相对，我转头看窗外的夜色，觉得这天再也亮不起来了。不知怎的，我就走到了你这里，看见你，就心安了一些，仿佛还在家中。公主宅花园中花木繁盛，清晨空气清新。不如公主移箜篌到那里去练习，或可烧结心血。好，我弹箜篌。娘亲啊，我把徽柔嫁到了李家。李伟啊，擅长书画，他的画中有飞白书的神韵，他的字又带了水墨山水的意境。他却并不以此自矜，他只是以书画来倾诉自己的内心，所以很少人看到他的才华。他喜欢徽柔，从小就喜欢。他的头被徽柔乱打的球击中，怕他被我训斥，说是撞到了树上。别人耻笑他傻，他不反驳，亦不愤怒，只是憨憨的笑。那一刻，他的眼睛让我想起您从前看着我的样子，温柔敦厚，让我觉得安全而温暖。
但是慧柔却和所有小姑娘一样，被俊美的外表吸引。她是国朝唯一的公主，她不知道那些故意在她面前闪现的华美背后有多少危险。娘亲，请你保佑我的孩子，保佑他长大了，变得更聪慧而敏锐，让他能享受他夫君的仰慕和爱护。娘亲，儿子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完，安排好，您再等等。等我把祖宗的家业都打点好，有了那个能接下来的人，便去陪你。张先生，元生有事找我。元生有一事要恳求张先生。难道又有什么人来找麻烦了？仰仗圣主仁政，不动兵戈，不收杂税，行内也越来越规矩。生意上的麻烦有时会有，但却是元生开店赚钱该做好的本分事，不敢再打扰张先生。那么，你又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帮忙？有话好好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请先生告知元生，我弟弟元亨的下落。元生，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弟弟，不过我并不知道元亨如今下落。那我再问先生一句：那日公主出将，骑马在公主辇边的梁怀吉，他究竟是不是我弟弟？说实话，咱们那位驸马真是不算好看，何止是不好看呢？估计啊，那方面也不行。要不然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公主一个人在这，看来公主不当春宵当冬夜。连公主驸马的舌头都敢嚼，不想活了？婆婆，我们错了，你原谅小的，再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若再有下次，直接叫人打断你们的撵出府去。是，快！你说什么？什么都没做。那么如花似玉的一个媳妇儿送到你的床上，你都没碰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和慧柔没有睡在一张床上。没有睡在一张床上？这把你们都送入洞房了，没有睡在一张床上？慧柔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他睡床上，你睡地下，你是怎么想的你？慧柔，她说睡觉的时候不习惯身边有别的人。你说这么多年我喂进去多少鸡鸭鱼肉啊？怎么换得你这么个大草包？啊，他说一个人睡你就睡到地下。枉你还念了那么多年的书，夫为妻纲你都不懂。
你管他愿意不愿意呢？那夫妻怎么能不睡到一张床上的？可是娘，她是公主。公主又如何？把公主嫁给你做媳妇儿的是他爹，是大宋的皇帝。你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梁杜监，梁杜监，怀吉，这是国舅夫人刚才交给我的，要我铺在公主的床上。你可曾跟国舅夫人解释过，公主下降无此一致？我当然说了，可夫人她笑着跟我说，她万不敢质疑公主节操，只是民间习俗如此，也是李家家规。公主既然嫁入李家，便应该李家家规行事。说完，就硬塞在我手中，说了句她明天来取，人便走了。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啊。公主定会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，若因此事与国舅夫人伤了和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，国舅夫人已明令将白灵置于婚章上，若不这样做，她一定会反复的要求，甚至亲自向公主提出。若不提前向公主说明，到时候会闹得更加难以收拾。但要将此事与公主说明，谈何容易？不必为难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把白绫给我。呦，公主啊，公主这几日在我家住的可还习惯？这宅子里伺候的下人可还合公主的意？他们若有什么不妥呢，公主尽管告诉娘啊，娘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，一定会调教好了，再送给公主使唤。堂下说话的是何人？回公主话，是驸马都尉的母亲杨氏。哦，原来是杨嫂子。赐阿嫂坐。阿嫂？国舅夫人，上主之家立将招募一等以为公。如今说来，您便是公主的嫂子，以后万万不要再对公主自称娘，乱了辈分。国朝一制是这样规定，夫人想必以前也曾听说过吧？礼仪如此，不能擅改，其中不近人情处，还望夫人海涵。我知道，我对公主自称是娘，那是因为我想让公主觉得亲切一些，感觉像是在母亲身边。那公主既然不乐意，我改了就是。国舅夫人果然明理。还有一事，也望夫人稍加留意。修筑这公主宅的土地和一切花销费用，都是官家赐的。这宅地本是官家赐给公主的陪嫁物之一，公主是这儿的正主，并非住在国舅夫人家里。国舅夫人原是客，随驸马住在这里。若觉得有任何不适之处，倒是可以跟公主随时提出，公主必会尽心为夫人安排妥帖。那老身还要谢过公主了，让公主费心了。阿嫂不必客气，赐国舅夫人见面礼。银器300两，
衣帛500匹，装鹿数匣，礼衣1袭，明纸1副，枣豆袋1个。这是我特地为阿嫂准备的礼物，阿嫂可还满意？我的白头发比前些时候没有更多了些吧？官家是有些白头发，不过臣妾觉得，并没比去年此时多呢。那就好。啊，一会儿你让他们换件颜色鲜亮些的袍子送来，穿着会显得气色好些。公主出嫁后，今日第1次回门，官家比大朝会时候还要讲究。我不想让慧柔看着爹爹已经成了个老头子，心中难过。这是什么媳妇儿？成亲不和自己的男人睡，还趾高气扬的羞辱婆母，这口气我是咽不下，我咽不下我。你说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？你娘我，在什么事儿上让别人占过上风？虽说我嫁到你李家是妾，可我从来没让你这个庶出的次子比你哥哥那嫡出的长子少过什么呀？我什么没给你争来？啊，我连公主都给你娶回家了，可是你竟然吓得不敢碰，还连带着你娘一起跟着受辱。我不是不敢，我是怕慧柔不高兴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窝囊东西！我还就不信了，还没人治得了他。官家和娘娘不是常常讲大长公主做媳妇的事儿吗？大长公主那才是国朝公主的榜样。我想官家既然把公主嫁到咱李家来，断不会是想看着女儿和女婿分开了床睡的吧？我明儿就去宫里，我要见官家和娘娘。他不是说我不是他娘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他的爹娘管不管他。
怎么回事？是谁这么不开眼，敢挡着驸马府的车？夫人，是灵车，听路人说是狄青大将军死了。不开眼呐！我听说朝中的宰执都恨不得狄青早死呢，也就是官家还护着他。这官家一病，狄青倒给吓死了。如今人死都死了，也不能再替官家打仗了，狄家算是完了。若不是我精明有计较，这当年的国舅爷，如今的驸马爷，这少有的老实的窝囊父子，我得让他们把骨头都嚼碎了。有我看着，谁也别想欺负他二人。狄青英勇有战功，如今英年早逝，是国朝之失啊。是国朝之失？文相这么觉得吗？诸位这么觉得吗？朕病了几个月，不能视朝，满朝文臣都在此时弹劾他。弹劾的，除了封文，他从前的下属行事嚣张，亲有族人疑似逾矩，便是些光怪陆离的神怪之事。在职重臣，各位言官，不但上札子参他，还一个个的亲自到他府上去劝他。对西夏胜仗最多，一举平灭农之高的狄青就不配做枢密使吗？就因为他没有科举出身的功名？你们究竟是刚愎自用，还是结朋党排异己，处处想挟制朕啊？臣以为，恰恰是因为狄青在国朝武将中独一无二，战功赫赫，又广被士族仰慕爱戴，所以诸位宰臣才尤为忧心。如此可以在军中一呼百应的帅才任数使掌调兵权，这正是祖宗所忧虑的。武将拥兵自重，内可逼宫，外可列国。他这一生已经结束了，可曾有半点意图谋反的证据？臣从未认为狄青会谋反，官家可有看到，在臣奏章中提过。今日狄青的升迁，打破了祖宗带兵者不掌兵的规矩，被群臣弹劾。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，狄青没有跋扈继而野心膨胀的机会。陛下一意孤行，使狄青居枢密使之职。若群臣不敢进言，任由陛下将带兵大将执掌调兵权做成了定例，那么今后再有战功善带兵的将帅升迁至梁府职，即成理所当然，无人再劝谏。陛下以为拥有调兵权的带兵大将，会不会滋生他念，成社稷安定之患呢？我这就进宫。若是国舅夫人跟官家娘娘说了什么太难听的，也好替公主解释。一意孤行，上天让朕生了这场病，众卿才有机会制止了朕的一意孤行。臣等并非在陛下病重不能视朝时才开始参奏狄青，只是之前4年，陛下并未纳谏，狄青亦从未被同僚所劝服。而自陛下病重，狄青便忧思成疾，于是以疾请退。陛下既准，定是希望他能够放宽心胸，将养身体，继续为国效力。正如当年复辟，
被更为惊人的流言所困，以自请外放，最终在地方做出了使百姓敬服陛下赞许的政绩。如今回京，高居相位，众所亲服，而狄青却无法自安。众至此，官家悲伤，愚人感叹的结局。这也正是自幼少了圣贤书教导，稍欠豁达通透之故。好，陛下，狄青西走宁夏，东赴广州，身经百战，功绩赫赫。如今陨身，陛下不为众家抚恤，推恩弃子，以表朝廷痛惜之情。这决定在晋州给狄青举哀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武相。官家，惠柔怎么了？身体有甚不适？出什么事了？公主安康。让亲家母见笑了。我如今就惠柔这一个女儿，她突然不在身边了，没日闲来，总会惦记她，会不会认床，睡得好不好，吃得惯不惯。公主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好。臣妇只是特意进宫来，想向官家和娘娘谢恩的，能把公主许给我那个窝囊儿子，那臣妇就去看看娘娘回来没有。广州刚进献了一些玳瑁珍珠，让茂泽取一些给亲家母做首饰。惠柔内里最温柔灵巧，懂得心疼人的，只是从小被我宠着惯着，性子有些执拗。若有些不当之处，亲家母担待些个。皇后该是回来了，亲家母不如留下用了午膳再回去。谢官家。如今是儿女亲家，比别人更亲近些。那熏鱼是厨房新试的，官家也很喜欢。今日我这儿本来没有这道菜，知道亲家母来了，特地让人加上的。亲家母，多吃些。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哎呀，娘娘是天人一般的人物，却对我这样的亲切，你说，哎，我呀，
原是没福气的人，谁知道，嘿，就撞上了大运，成了公主的婆婆。哦不，公主说叫嫂子。哎呦，瞧我这嘴呀，真是又说错话。皇后恕罪，皇后恕罪。夫人多吃些。徽柔是官家长女，如今更是官家唯一的孩子，是官家的手中宝、心头肉。嫁出去了，官家还经常念叨。还好啊，嫁到了李家，至少放心。是，我们把徽柔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。徽柔虽然一贯知书达理，但是从小被所有人宠着，难免有些任性。若是有言行不当之处，还请夫人多体谅。我和她姐姐也会对她多加劝导，让她收敛性情，秉持妇道。公主怎会有言行不当？只是我们平日里简陋了些，怕怠慢了公主。这杨夫人也算是个很有眼色的，如此，便根本没有抱怨公主对她不敬。后来，皇后又将苗贤妃请来坐了一会儿，杨夫人便故意把公主夸了一通，说公主出手阔绰，经常赏赐下人东西。苗贤妃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不知道杨夫人是带着气在反讽，只当她是没见识、贪小利，于是又赏赐了不少的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给她。这次虽然混了过去，但公主和驸马长期这样下去，瞒不了一辈子。华姐，公主信任你，你要寻机会多劝劝她。既然已成婚，总是要好好相处的。平日在她面前，切勿说驸马的短处。她若有怨言，你也要替驸马多辩解。主子夫妇岁月静好，才是我们做侍者的福分。公主，这是公主亲自绣的。那当然，这多么别致，旁人仿都仿不来。那是，公主别出心裁，这图案怕是前无古人了吧？公主绣的甚好啊，朕之前都不知道，公主还善女工呢。是送给你的。公主亲手做的手工，如此珍贵的物件，臣不敢。是亲手做的第一个香包，所以要送给你啊。
怀吉，如今除了你，我还有谁呢？还有谁让我记挂，让我依靠，让我惦记，让我有兴趣去分享所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呢？难道你不肯吗？谢公主。国朝有规矩，婚后驸马须先经公主宣诏，才可与公主同宿。如今遵照规矩，请你搬去别屋独寝。若你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讲，我让怀吉他们去办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每日晚间，你都可以到这里来，与我一同用晚膳。谢公主。上次与你在这垂钓，已是10年前了。老了，听说亲爱惜容颜，去年一场大病，头发白了大半，悄然不乐，寻良方无发来着。臣病重时，只恐不能再见到陛下。朕病重，文彦博复辟便在侧，偶尔也能见王尧臣包拯的奏章。朕便想，天圣5年丁卯科的进士，称朝廷栋梁者甚多，唯你还在外放之中。朕今10年未召你回来，若见不到了，定会遗憾。臣这大半生得于陛下，可说是无憾了。许多未能完成之事，或因命数，或因才华能耐不够，也不再纠结了。然而如今有一事，若不能尽全力劝谏陛下，其悔愧终生。回京任职第一件事，便是逼着朕立储。朕在你们心中除了是皇帝，还是个人吗？臣以为，太子乃国之根本，岂可轻立？你不是催着朕从宗室子内选立太子？陛下膝下原只有公主一人，如今公主出降，陛下再无子女承欢膝下，
臣每念及，便觉凄楚，替陛下落泪。臣有一建议，陛下姑且先听听。于甲，臣以为，不如在晋中建立书院，则名师讲授，使宗室所有子弟入内听讲，定期作文、辩经，结合时事做论述。陛下处理朝政间隙，回寝殿途中，或是觉寂寞之时，便可灵性进中书院。其一，臣等每被陛下面见，常从陛下言行中所学极多，受用不尽。许多宗室子弟，却反而极少见到陛下。宗亲乃陛下最亲近之人，原该多慕圣德。其二，此举亦可让陛下多见见亲近的后辈，见见少年人读书论理，乃至陶器，都可稍慰孤寒，对陛下康复也是极好的。我这是娶了新媳妇吗？啊？我是请了一尊神来。夫人，您别生气。这公主对寻常人家而言，可不就是个神吗？这刚从天上降下来的，那是看谁都配不上自己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逼着国舅爷辞婚。我就为儿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好不容易盼到他娶妻了，啊！我享受不上你媳妇的伺候也都罢了，你让我去伺候这个媳妇也都罢了。可是你不给我李家添丁，传宗接代，那我要这个媳妇我做什么啊？你说我做什么？夫人呀，这有个公主做媳妇，外头人谁不对您钦羡不已呀？公主虽暂时不给李家添丁，但是也给李家添彩了呀。面子是有，可只有面子，里子全无呀。光彩得要，孙子也得要。不过，这给李家添丁的，不必非得是公主呀。是啊。不行，他们刚成亲不久，我就让驸马去纳妾，那岂不是对公主不敬啊？你可是不知道，咱们官家那对公主有多疼爱。这要是这公主闹起来，不成，这不成。夫人，您不妨试探一下，也兴许这公主她只是拿住了驸马，怎么着心中也只有她一个，所以才是这般呢。好孩子呀，是这个理儿啊！驸马以前原本是有2个屋里人的，可是我想这公主进了门，那万一不喜欢呢？所以我都给卖了出去。哎呀，可如今呀，这驸马房中也没了持帚的人，这乱糟糟的，实在是不像话。我就想出去寻个丫头回来，放到驸马房中，做些洒扫侍奉之事。不知道公主意下如何呀？如此甚好。阿嫂便尽管去寻合适的人来，将来那小娘子的月钱由我来给。正如阿嫂所说，这驸马无人伺候可不像话，便请阿嫂速速寻了人来。这一时若没有特别满意的，就从前府里寻懂事、秀气、能干的丫头先伺候着，这外头的也慢慢的找，
不要。你不要什么？我不要纳妾，我不纳妾，我不要那个夏荷。你不要，你想要公主啊？那你倒是拿出大丈夫的气概呀！反正我明年就要抱孙子，你要是能跟公主生出来，那是最好；你要是没本事，哼，让公主给你生，那你就听我的安排。你想拿石头砸你娘？我的个天哪呀！我的老天爷呀！我的国舅爷呀！我怎么遭了这是什么孽了？生了这么个不孝的儿子呀！我的老天爷呀！哎呦，我的国娘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娘。你没有什么啊？你把那石头举那么高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跟娘说清楚。国舅爷呀，你说说你这个傻儿子，让别人搓扁了、揉圆了，怎么整治连个屁都不放，他却敢拿着石头要打他的亲娘的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阿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纳妾，娘，我不纳妾，我不要那个夏荷。那你今天就跟公主同床。我又不想，我不逼他，娘，你放屁！我不想。你要是不把公主变成你的真媳妇儿，你就必须听我的，纳妾。我不纳妾，我不纳妾，娘。哎呦，我这不纳妾。